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气来了》，我是 Rita 林妞娣。今日的节目当中，我介绍一本非常有名气的书本大家哦。这本书呢，是10位桃园在地20位的作家，安尼当丰富、当丰沛的安尼嘅书吼，嘅书名就当讲哈，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哎呀，到底这本书本大家感受当中的幸福的感觉呢？今日非常的荣幸，邀请到3位来宾，实来分享。首先第一位是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李水婷，李院长，欢迎院长。大家好，我是李瑞腾，很高兴来这个地方跟各位分享这本书。欢迎院长，谢谢。接下来呢，我来分享是中央大学中文那个教书，同时呢是一本书哈，当初有个指导学生的教书啊哈，来分享郭永吉郭教书。大家好，我是郭永吉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来这边。欢迎教授。接下来分享一位佢是研究生哦，佢一下的中文呢读3年生，佢非常用心，佢来做100青岛的采访啦、田野调查啦，来分享当优秀的蔡文芳，欢迎文芳。大家好，我是蔡文芳，很高兴来到这里。再次分享3位来宾哦。刚一开头讲到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一本非常丰沛的书哈。一方面，我谈到一名我就觉得有幸福感，因为呢出自这个《诗经》哦，形容这个女子，无论是她的外貌也好，也经历家庭美好，就形容我们在地桃园的这些作家是有如此丰沛的创作跟生命力哦。我希望先邀请院长同 Anna 介绍，帮我们介绍这本书好吗？好，因为我们是针对桃园在地的作家精选的20位。那因为是桃园，所以我们也想了很久，后来从《诗经》里面想到这么一个可以扣紧我们这个在地的那么一句在周兰招兰里面，大概《诗经》305篇里面大概是属于第6首。所以它是很前面的一首诗大概关关雎鸠之后，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那这个诗句它本来整首诗都在写那个恭贺的女孩子这个结婚了，要出嫁了那古人在这个阳春3月桃花盛开的时候，那女孩子出嫁。所以这个诗里面整个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璀璨的那个风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用桃花盛开，桃花的茂盛桃花果实累累来隐喻这个女孩子呢出嫁了以后恰如其分。嫁进了一个很好的家庭，那以后呢，她会多子多孙，她会对她整个的家族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这首诗本身的含义很深刻。那我们现在把它拿来形容桃园地区的文学的灿烂的情况，这样。真的。名字取得非常好，董讲的名，因为呢，就桃就是桃园嘛。刚刚形容这个灿烂、这种幸福、这种也可以说它浪漫，这个丰沛的感觉。董秋人给作家，我们在地生根，而且创造出这么多这么棒的作品哦。我想亚扎给吧当时在推动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机会？好像郭教授负责这样努力的把学生让他们有机会把他们推出去，去接触这些很优秀的作家们。这个机缘就是当初是桃园市文化局长庄局长，他到我们系来拜访那么他主动跟我们系主任提到说，他有这样一种构想，想要来执行这样的计划那么我们系主任觉得这是我们大学，因为我们中央大学是桃园地区等于是首屈一指的大学，那我们现在在推要在地关怀，所以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计划所以就接了下来那因缘际会之下，我们系主任就把这个任务交付给我，要我来执
执行哦。那在执行的时候，我就去号召一些研究生哦，还有大学生啊，共同组成一个团队啊，那么来进行这个计划。那我们总共是花了2年的时间啊。那么第1年主要就是进行采访啊，那么第2年才来进行所谓采访稿的写作。那么我们本来规划，本来说这一本是想要访问30位的作家啊，那么后来因为种种因素，所以后来就浓缩到20位作家。那么在作家的挑选方面，我们也尽可能的能够兼顾到所谓的全面性啊。所以说，比如说在时代上来讲，我们兼顾老中青3个不同时代啊。我们访问的最年长的已经有80几岁啊，那么最年轻的不到40岁，所以横跨大概是40-50年的时间哦。那么这样贯穿起来，就像是一个文学的历史长河啊，一种传承那样啊。那么在族群上面，我们也尽量能够兼顾啊，所以我们包括有客籍、有闽南籍啊，有外省籍，甚至有华侨。都能够兼顾在里面了。那么以比如说客籍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像郑焕先生，像冯辉岳先生啊，那么还有庄华堂先生，这些都是在客籍作家里面具有相当代表性的人物啊。那么还有像华侨钟怡文老师他虽然是华侨，但他是马来西亚宜安的客家人，所以他也是属于客籍的。是，对。那么像另外的李光福老师，还有所谓的黄秋芳老师，他们虽然不是客籍，可是他们对客家文化都有浓烈的热情，所以他们在创作方面也会有涉及到这一部分哦。所以说以客籍来讲，占的比例算是蛮高的。对。那么再来就是说，以创作文类来讲，我们也尽量兼顾，比如说包括小说、包括散文包括诗甚至包括报道文学，还有所谓的剧本这些我们都有收录在里面所以它是兼顾一个全面性，在各个领域都能够兼顾到让它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一个采访集这样。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本书好像桃园作家的这个地图。为什么用地图来形容？因为它刚刚就像教授讲的，几乎用不一样的这个文学分类的作品，不同的年龄层，就好像桃园在地这个文学历史的一个缩影啊。导演刚刚讲的，本来希望30位作家，甚至有更多的，但是可能时程上各方面的原因，我们浓缩成20位。其他的作家，我想未来一定还有机会。大家看到这本书，觉得说太棒了，中央大学继续帮我们做在地的这个记录哦。那像刚刚您说到采访这么多的这个作家里面还提到，我知道院长特别有一个很惊艳的，就是儿童文学，对不对？是。对，桃园的儿童文学我们从像林宗龙先生，因为他已经往生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没办法访问到他。但是他是在桃园儿童文学这个领域里面耕耘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那除了像林宗龙先生以外我们从这里面看到像傅林统校长他是一个退休的校长，长期通过这个学校里面的体制内的教育，然后体制外的这种创作教学、推广等等。那这个儿童文学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因为我自己同时还负责像九歌文教基金会有一个少儿文学奖主要都是少年小说我记得有一年得奖的来这里领奖的，清一色都是桃园的作家。哇，这么厉害！桃园作家发展出儿童文学这个文类的特色那到底有没有比较复杂的原因？我们实在很难以去了解。那不过一般来说都是因为教育嘛，这个教育还是有很多前辈那么在这个地方努力的耕耘，他就会带动很多年轻朋友会往这个方向去走。那桃园它有这样的环境，所以在儿童文学领域里面，我认为它的发展是非常好的。哇，刚刚讲的本太甲同学会了解我们桃园这么多优秀的作家，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别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很想要
一睹为快。当然，要本书哈分享太嘎都可以珍藏了。还像文峰自己是深入在地去做调查，等于第一线要跟作家直接面谈的哈。那所以文芳在这本书里面担任6位作家的访谈是吗？是，我负责的访谈对象里面有冯慧月老师，还有就是冯慧月老师、黄秋芳老师，那陈夏明先生，还有还有那个徐水富老师，以及陈明潘老师，还有谢宏文老师，总共6位。这6位哈，其实还是要近距离的跟作家做访谈，会紧张吗？特别的紧张，特别紧张。对，我特别担心的是，因为我们要访谈作家，所以必须要对于作家的作品有一些了解。是。那最快能够了解作家的方式就是贴近他的文学。是。那我其中特别访谈到一位陈明潘老师，他的作品就超过100部。哇！所以当初在涉猎老师的作品内涵的时候，其实耗费了比较多的时间。而且我刚刚听文芳这样讲，他已经吃了很多很丰富的文学进去了。等一下都做来节目当中继续谈起来分享哦。分享大家真係歡喜來咧，今日同大家分享一本書哈，係記錄桃園作家用20位重要作家嘅訪談錄哦。一本書呢真嘅非常嘅好看啊，非常推薦俾大家。今日嚟到節目當中3位來賓，佢哋有青島對文學嘅體會同想法啊。加頭前文芳同大家分享到，其實跟作家近距離嘅訪談會特別緊張，因為要更多的貼近他，就是要去讀他的作品嘛，哈。你剛剛講到這個陳明潘老師、阿潘老師，他的著作很多，是在就著作等身嘛。那你怎麼樣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要把它消化完？你自己去訪談，你的有沒有一些訣竅？我自己在準備的時候認為，訣竅可能是很困難的，還是要真的深入去閱讀，從文字裡面去認得作家他想要表達的內容，以及他自己在這個創作裡面是佔有什麼樣的自己的表現。所以我是還是一樣，真的就是老老實實的去清查所有的作品。那像陳明潘老師他的作品，因為超過100部，那也有一點時代的痕跡，所以某些著作它其實是沒有辦法透過一般的圖書館去找到的，所以在這個時候就必須要像經由國家圖書館或者是各個方向去尋找。那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有一本作品是在寫泰雅族孩子的故事。那這一本書就和陳明潘老師他本身的經歷有關。老師他曾經擔任過原鄉小學的老師，所以這一本著作是叫做《部落斯卡野達》。那斯卡野達其實就是泰雅族語裡面的再見。那這個故事它基本上就是以一個真人真事為雛形，然後裡面的主角是泰雅話的隱匿。隱匿它其實就是沒有不是的意思，所以它其實應該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但它其實是以真實人物作為雛形來書寫的。那這一本書其實非常難找到，我最後是在國家圖書館裡面找到老師的著作，那就在裡面就在圖書館裡面沉浸，然後還邊讀邊哭。哇，對，這麼感動哦！那個時候是真的受到非常大的震撼，因為老師他深刻的刻畫出原鄉孩子們，他進入到了平地生活，他進入都市闖蕩，以及他那個生長過程各種交錯的歷程，所以它是一個非常深刻寫實的刻畫，儘管它並不完全是真實的故事。哇，剛剛唐文鵬嘅分享，我就覺得，對啊，在一本著作裡面，你可以看到作者他站在什麼樣的角度，
要让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哇，好感动，我都觉得要哽咽了。那刚刚董兄谈文峰的分享，我就觉得你们在阅读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说哇，很有意思？透过别人的生命体验，好像他们的眼睛就带我们看世界，就会按哪个感觉，错吗？可以啊。而且他创作里面，他就像是创作者，他不管他说的是谁的故事，我都觉得他是淬炼了自己的生命所展现出来的美。那在那里面的沉浸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那我在采访的过程里面，就一步一步从深入文学受到文学的感动，一直到真的要书写的时候，其实真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往上累积的。为什么压力越来越大呢？我没有办法想象自己有没有办法更像作家一样去贴近他们的生命历程，去把他们的文学以及他们的生命，透过这样子的采访，好好的写出来。他比较多元，他是出版人出身的，他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报道文学家。是。那他也是最近几年，特别是对在日本的一些文化景点，比如说作家的纪念馆是他长期去考察一本一本用游记把它写出来，所以他很多元。是就是很有意思啊，所以难怪我在阿潘老师的脸书上看到他又去日本了。对，就是像刚刚院长在分享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不就是这样？文芳刚刚说他老老实实的读两位老师就对，就是要这样很扎实的一步一步，好像当你踩下去的时候，你才感受到生命的重量。他会比较辛苦。如果我去访问，我就完全不做功课，我就直接跟他对谈。因为院长您身上已经有累积很多很多不同的，对不对？已经经历过更多我们没有阅历过的。但是这个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是他等于是要最短的时间里面去掌握一个作家，然后又要直接面对面跟他交谈。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哦。对。所以像郭教授，您在指导学生的时候，有没有学生说，老师我觉得好辛苦，或是老师我不知道该抓怎么样的方向，这时候该怎么样给他们指导呢？我想就是一种就是我就会跟他们说，你们研究的对象这些虽然是已经不在的，但是你们可以用一种所谓的感同身受，去体会他们的生命历程。对，就是说以文学来讲，它有时候不一定都是真实，它可以透过想象，那么透过揣摩去接近所谓的这些作家、这些文人。这样子有些经历或许你没有，但是经过我们人这种心灵机制的一种感受，你可以去完全贴近。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要自己去想象我自己身在当中。像里面其中有一位受访者也是我们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那这个部分，其实院长您自己针对这个部分，包括女权甚至他提到就是说女性的意识，甚至是所谓关于自由、关于民主的这个想法，您其实有很多的共鸣，对不对？我想女副总统在整个台湾女权运动的这个历史过程当中，曾经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到现在目前为止，都还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是，我们认为她是一个所谓世纪女性。那在70年代，她通过了拓荒者出版社然后想要寻找另外一扇窗那提出了一个所谓新女性主义。然后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代表着台湾从这个农业社会逐渐转型，然后开始要进入一个工商业社会的过程当中，社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元，传统很多价值观念都逐渐在改变这个过程当中，那女副总统的新女性主义对我们来说，它的启发性就是让女性受到尊重。让女性的主体可以展现出来，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奋斗的方向。那
他过去在70年代所写的非常多的文字，都为了这么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呢，他用他的文字，他的文字非常漂亮，用非常漂亮的白话文去处理这样的一个课题。但是在文学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啊。但是我们在他到现在目前为止呈现出来的那么丰富的著作里面其中特别是在美丽岛事件之后他在监狱里面所写的小说是那这个小说非常，我们就可以感觉到，经过了那么一个风浪之后，他回过头去思考，在台湾这个一个地方，女性的存在的处境，以及女性如何去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所以这个小说呢主要是3个女人的故事那另外有一本书就是谈情感的问题，它又不只是男女的情感。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可贵，可以谈的东西是他的写作的状态李副总统的这个小说是用卫生纸写的在卫生纸上面它很柔软，我们就知道他写作之困难然后呢写完以后他就把它揉起来，他就把它塞进他的棉被里面我们现在目前还可以看到李副总统当初用卫生纸的手稿，有几页呢？他曾经我在台湾文学馆当过馆长台湾文学馆当馆长。那他现在目前的一些手稿呢，是送给了台湾文学馆，典藏在那个地方，很珍贵这些东西他特别用一个理由说，这个在监狱里面比较潮湿，需要拿出去晒一晒等等所以家里的人把棉被带回去，然后要告诉他说，你一定要把里面拿出来洗一洗，所以回家里的人才从里面挖出了那么多的东西。这样的精神真的是很可贵，因为如何在一个我们都觉得是很辛苦的环境，但是他可以坚持他的理想，这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人所以我们身为女性，我们应该要觉得很感动对不对？这个作品叫做这三个女人，是到现在目前为止来读，我觉得都还是非常重要的作品。对，一定会好好的拜读完，真的。对。好，当然要本书非常的丰富我目前为止都还是讲到其中一点点而已。下一段节目转来，继续同大家分享，带给大家非常精彩丰沛的内容。你呢下時咧參加現場嘅新會裏邊，幾多處到文學係乜嘅呢？我先來訪問文芳，你知道文學是什麼呢？對我來說，文學就是生命的美的淬煉。那是創作者透過他自己的生命歷程，然後讓讀者感知、感受，大家共同有相同的事件或不同的事件的美的觸動。哇，感覺很美，好像也很真實，對不對？給我請教郭教授，你知道文學對你來講係用來存在呢？我覺得文學它就是一種生命的體現，那麼透過文字來進行展演。所以說它裡面會有感傷，那麼也會有歡樂，那麼會有期待，也會有失落，那麼各種的情緒會帶給人們一種很深刻的感動而且它的文學展現它有一種最大的特色就是美感有歡樂的美感，也有悲傷的美感那麼這種東西可能是沒有辦法用言語來加以完整的呈現，所以你必須要自己深入文字當中，慢慢的去體會、去摸索，才能夠感受到它裡面的那種生命的情境。哇，教授剛剛講的時候，我突然有一種在看戲劇的感覺，很有畫面因為不同的情緒。給院長呢，對你來講，院長看了好多不同，我們剛剛提到跟美感有關係的。那院長覺得文學對您來說是什麼呢？從文字
到文学到文化它是从一个最基本的一种表现的这个方式那文字从语言而来嘛当然文字在表情达意嘛，那这种表情达意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呢，它最后呢形成了一篇一篇各种不同文类的那种形式的文学。那这些作品大概来说是作家跟外在世界之间对话的一种结果嘛。那这种交流以后呈现出来的，因为它有它的现实的基础，它有它的生命的体验。那这些当它成为一个文字文本的时候呢，它有流传会流动嘛会发表啦、出版啦，那读者阅读到了以后呢，他会追你那个体验他就通过这个文字的文本去了解你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且你这样写了以后，你可以反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对应一个什么样的现实，所以它基本上有知识性，它有情感性，它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所以很复杂的。听完大家都想要去这个文学院上课了。来，真的，因为刚才谈三米分享，我就觉得，大家对于文学会觉得好像是一种学术，一种蛮崇高的感觉。但是其实这样分享，它是非常贴近我们的生命的，甚至是我们可以有相同的感受，它会有共鸣。对，好，董秋，亚本书迪度哈，当然桃园是一个客家的重镇，里面有非常多客籍的作家，甚至是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其实严总有共同哈，其实客语文学、客家文学，这又是一种不一样的表现，对不对？我们学校有客家学院，我们有客家语文学系他们研究客语研究客家的文学。那客家文学大概有2种不同的解释，一种就是你用客语来书写的，我想这个部分现在目前有很好的发展。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还是用华文书写，然后去把客家的事物客家的村庄客家人的心灵的活动客家人如何去在历史过程当中如何去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这样的一个题材。把它写成了文学这样的东西客家文学。那台湾的客家文学以现在目前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就在桃园，它有一个客家文化馆嘛。那客家文化馆里面有一个客家文学的展示，那这个展示里面大概有它不只是桃园而已，它就是全台湾的客家，它收了大概59位的作家。那我有参与这个整个的规划的工作。那我们另外从这个客委会客委会曾经委托了那个联合大学他们也有客家学院来规划的一个也是台湾客家的文学馆。那这里面呢收了大概差不多100位的作家。那全台湾收了100位作家，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非常丰富。从古典文学时代，比如说我们看邱逢甲，他就是客家人那邱逢甲的后代邱秀子，他也就是客家人。那这个部分非常庞大的客家族群，而且我们也特别有一种发现，就是说在很多地方的客家人的文风都很盛。你比如说在美浓钟理和就在美浓。那在桃园它很盛，它是个客家文学台湾的重镇，以钟肇政先生为主体，那后面很多人就跟着不断的往前走，所以台湾的客家文学其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文化资产。很蓬勃哈。对，董秋淑迪度有下到，其实书里面很多的作家都跟我们钟老是有很强大的连结的，比如说这个被称为比客家人还要客家的这个扶老妹子，就是我们黄秋芳黄老师嘛所以像你们在跟他接触，像院长也说，他真的是深耕在地很多。那我们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看的，都可以感受得到。另外一个跟钟老有很强大，有董台馆庄华堂老师，给周样用影像的记录，唐贡就是受到钟老的非常大的鼓励，对不对？把它硬推出去的。对，还有，我觉得文芳可以谈一谈这个问题。秋芳老师，秋芳老师的部分，秋芳老师他一直以来他
自从落地生，应该说是到了中立发展之后，老师他一直就是注重社区文化的发展。那他对于我们在这个地方居住，那就应该要了解这个地方，要对这个地方有所认同。所以老师在社区举办读书会，或者是发展一些活动，都会和在地有所连接。那客家文化就是其中之一，是老师一直在推动的。那老师他撰写了一部《客家生活纪事》这本书，那也都是透过他的心眼，然后来看见或者是展示出他所感受到的客家文化。那老师和钟兆正老师是有所渊源的，就是老师是透过采访钟老师，然后一步一步去和客家有所连接。我记得在访谈的时候，老师还特别的提到，就是他曾经钟老曾经就是特别的分享了一部就是新作的客家歌曲。那他和秋芳老师分享的时候很兴奋，那秋芳老师听着听着就突然间问了一句话说：“哦，那钟老，你觉不觉得这像不像那个我们福老歌有一个什么什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交融的不只是客家文化，只是专注在客家文化，而是客家文化和闽南文化之间的激荡。那秋芳老师也特别提到，其实无论是哪一种文化，它有所区隔，其实它的重点都不是在于区隔，而是在于它本身的文化之美，怎么样被凸显出来。那不是产生对立，而是要让这个文化透过这个文化打开一扇窗。懂感图哦，因为像文学里面它的创作，它是跨越族群的，跨越这些我们看起来是一个藩篱，是一个框架，其实给它打破给它是跨越的，而且刚刚讲到这个互相的交流。对不对？它就是一个很美的存在。各位无论亚迪杜基六这里面记录了20位，我相信刚刚像院长分享，还有非常多值得我们去更深认识。像这本书，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汲取精华的导领，因为它可以带领我们更深的去认识、贴近这作家的生命，然后我们可能就可以浸泡在他的创作里面。那小心要本书太卡东戏粉哈，也欢迎大家可以珍藏这本书。如果很想要去中央大学去图书、去文学院图书，当然也很好，你就可以更多浸泡在里面。因为有机会做对层面去了解哦。给你时间给管黑，时间真的哇！好快哦，快乐的时间一下就过掉。再一次非常感谢3位来到节目当中来同大家分享，感谢燕总，感谢高叔，感谢文峰。再一次要感谢所有嘅朋友，大家来收看今日嘅节目。也本书陶之遥遥，灼灼其华，也係記錄陶研嘅作家。也本書推薦俾大家，感謝大家嘅收看。等下邀請大家繼續聽你線上來做運動了，張嚟了。